選擇素材，選擇圖片，上傳，按加圖片，選擇檔案圖片，按鍵上傳。上傳嘅時間視乎網絡速率同埋檔案嘅路徑。完成上傳圖片。按鍵重新上傳其他圖。按操作鍵可建立分類素材名稱。按右上切換。勾選要刪除嘅圖片或其他文件。點擊刪除。點擊確認。返回切換。圖片檔案已被刪除。